緊接落嚟，聖誕晚會即將開始，普天同慶嘅聖誕節即將嚟到啦！感謝神安排咗今晚嘅時間，等大家可以聚首一堂，預早慶祝聖誕。聖誕節係紀念耶穌降生嘅日子，就讓我哋喺呢個咁特別嘅日子，用歌聲嚟敬拜主。為今晚聖誕晚會揭開序幕嘅有幾位基督徒小領袖以及宣德堂嘅詩班。首先有請幾位基督徒小領袖。Oh
最後，我哋再次祝大家聖誕快樂！冇錯，就係中國舞隊表演快樂的熱巴啦。熱巴係咩嚟㗎？有啲蝦碌，不過大家好開心。咁咧，熱巴舞咧就係西藏嘅姑娘手持呢個熱巴鼓咧喺高原上面翩翩起舞，而熱巴鼓咧就係西藏獨有嘅樂器，以敲擊配合呢個旋轉多變嘅舞步。好啦，事不宜遲，我哋一齊欣賞，有請我哋嘅中國舞隊。